谢你的手，付出的温柔，做一个手，予我闪避所有的忧愁。我会用我的人生，答应你的希望甲要求，予你永远是我上水的新娘。缘路会是日头甲月亮，无人会当强迫我离开。以前咱听青花嫂咧唱讲，运命好歹免计较，若有认真会出头。过来咱听爱拼才会赢，讲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过来咱听坚持，讲有人出世就好命。阮是用命咧打拼。这是台湾歌谣特殊的传统，坚持的原主唱人翁立勇，今仔日要来甲咱心所爱的歌，所有的观众朋友开讲。不过要先邀请你来听企业界甲翁立勇真有交陪一个头兄翁文翁先生，讲因两个知己好朋友中间的交情甲往来。当然，我有当时我咧想吼，人生的当中吼，拄到的贵人吼，没有几位啦。不过吼，翁立友哥吼，是我人生当中贵人中的贵人啊。所以伊斗相共这样一个代志啊，所以我嘛是拢点滴在心头。翁立友哥吼，伊自从1997年吼，民国86年的时阵退伍吼，啊，即马其实伊踏入这个演艺界吼，其实咱讲真的吼。尝尽很多酸甜苦辣啦，当然啦，这长期间了后吼，伊也经过这个岁月安尼的洗礼了后伊即摆咧唱歌吼，我是感觉讲伊早期咧唱是用丹田，用伊的技巧咧唱歌，不过伊即摆咧，我感觉讲伊即摆应该是甲一个巅峰的状态啦。当然，伊是一个做有责任感的人啦，甚至讲伊对于厝的人的照顾，对于爸爸、对于妈妈、对厝内的人。伊照顾，伊全部拢是一肩扛起啊！伊的记忆力是超强的。我的印象当中有当时甲伊处理迄落商演商演说有一寡主人家会请伊食饭嘛，请伊食饭了，有当时一道落来拢20-30个啦，20-30个坐一道。我觉得一般的人咱甲伊熟悉，咱会摕名片互伊啊，摕名片互咱就讲20-30个，伊既然有法度，名片收落来了，甲藏起来，伊既然有法度，甲每一个人的名。拢甲背出来，拢甲念出来，这就是伊的足特殊的一个所在。你就是有当时等于彰化，佫等来台北，佫去宜兰，安尼开车，希望你莫互家己遐尼啊忝，加休困一寡时间互家己。知我长我呢苦，看袂着，行着一步算一步，雨水若落，已经压淡阮衫裤，一阵风，只是予阮的心更加坚强，成功的背后，不知有偌多苦楚。阮选择的路，一定坚持到成功。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就过命，阮是用命在打拼，惊失败慢慢向前行。阮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唱出阮的名。
行着一步算一步，雨水若落，已经压淡阮衫裤。一阵风，只是予阮的心境较坚强。成功的背后，不知有偌多苦楚。阮选择的路，一定坚持到成功。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着过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有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唱出阮的名。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着过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运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唱出阮的名。坚持就是伊的命力。咱来欢迎翁立友大哥，欢迎。各位好，心所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嘛是咱这个心所爱的歌忠实的听众甲观众朋友。坚持是你甲阮教的，哎，我足认真学习，是，绝对也阁做了真有限，毋过阮会坚持。这嘛足奇怪呢，我落土是叫做命运。哦，这名确实无好哦，因为厝内底出身就比人较辛苦，因为较散家嘛，吼较辛苦。啊，这是我的命，但是命运甲倒摆起来叫做运命。啊，我就坐车，甲这个无好的命运去台北，对无？这个运蛇敢若豆豆开开。你来台北碰到什么代志？你讲运豆豆啊开开。我迄阵去来啊，叶正清吼，迄阵伊有一个亲情，拢咧卖迄个牛仔裤啦，或反啊卡无，衫裤迄无，啊算大半，吼啊迄阵阿金就甲我讲吼，伊讲吼，你会晓唱歌吼，啊咱先来买一台卡拉 OK， 迄阵阮拢开始去咧勘察菜市场啊呢，伊讲吼，啊你著负责卡拉 OK。吼，甲放落啊，就唱歌，就吸引人客。我迄阵咧想法，我最爱食牛肉面。较早，我会当逐工食拢食袂惯，啊，逐工咧食牛肉面吼，逐工食啊足饱，拢食精神足好啊，足有气力的啊。结果我煞毋知要创啥。嘿，我感觉天地这么大，那也无互咱一个展现的这个环境甲机会。啊，我想讲，我永远无我来食一下炒三鲜的吼。足奇怪，我点好了后，迄炒三鲜旁内吼，搁咧清烟的时阵，我袂食，电话就响啊。我本来唔敢食，甲食就讲，你是翁立友吗？你好，我是八大电视台那个迄个台湾红歌星的那个阿边吼 ，OK， 阿姨讲吼，我们要请你帮忙，吼，因为那个王中平啊，演那个亲家卖给搞啊。制作单位不放人，就是本地要录音节目啊。制作单位不放人，因就是爱给他开天窗，伊讲明天就要录了。结果现在这样子，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啊？来进来救火。结果伊就讲，阮这个节目拢唱台语老歌，你会不会唱旧情绵绵、悲情的城市啊？放浪人生哦，还有那个可怜恋花再会吧。拢洪一峰老师的歌。结果等刚就去录这个八大的这个歌唱节目啊，结果我想讲，该不会是巧合吧？我过两天中昼继续去已经食炒三鲜。我跟你讲，神奇的事情又来了。这时阵换另外一间电视台，
黄金夜总会去卡来，哦，啊，所以我到尾啊，我全足久时间拢逐工定定拢去经食炒三鲜，无换北京的就对啊，啊，就安尼真正坦白讲，毋知是毋是迄个缘分到还是安那，就是哇安尼邀约不断，啊，搁来竟然有3间的唱片公司也要来找我，甲我讲出唱片的代志。细汉时，人拢笑我憨头憨面，出头天，甲亲像海甲天边。平常时，无人唱歌一句一字，彼当时，不知人生爱做自己。一路行来，总是有苦有甜。你是我的 only you， 我感谢你。四界流浪牵手走天涯，你做我的分身。上天的安排，我拢欢喜。一路行来，总是有喜有悲。你是我的 only you， 我感谢你。祈求忍且八卦保庇我，唱出你的心情。一路行来，为你唱歌，念歌词。细汉时，人拢笑我憨头憨面，出头天，甲亲像海甲天边。平常时，无人唱歌一句一字，彼当时，不知人生爱做自己。一路行来。总是有苦有甜，你是我的 only you， 我感谢你。四界流浪牵手走天涯，你做我的分身。上天的安排，我拢欢喜。一路行来。总是有喜有悲，你是我的 only you， 我感谢你。祈求忍且八卦保庇我，唱出你的心情。一路行来，为你唱歌，念歌词。一路行来，为你唱歌。念歌词。
虽然讲伫彰化有一段时间，家己伊嘛讲有较歹，毋过我相信，迄段时间对家己的磨练，包含讲对家己歌艺要求，你拢无放对无？一定无放的。我感觉吼，每一个人吼，一枝草一点露，一句话实在讲了太对当的。我讲今仔日吼，我去做其他的工课，我拢感觉不起劲。但是足奇怪，只要麦克风我摕着，我就感觉我活咧吼，就有价值的，啊，就有意义的。啊，你当阵是真正做过足侪其他的工课呢？你要甲我讲对各种的头路上班呢，敢若保专业的啥，你拢捌去摸过？阮中华较早叫做雨伞王国啊，阮细汉做囡仔就拢做手工，迄个雨伞骨啦，安尼来咧趁一寡手工的钱，啊来贴补家用，吼，啊嘛捌去顶过帮务啊，吼，迄阵拢无几岁，啊我会记得高中2年，即个暑假嘛去做即个洗仔工，啊迄阵我拢做童工，啊拢有咧专门咧油迄个。人在整伫阳台碰汤无，铁窗无，那个都要擦油漆啊，较袂生鲜，啊，搁好看呢。啊，我就当啊，一工300块，搁啊到尾啊，高中毕业，啊，我考到省立的迄个学校吼，但是迄个经济的问题，所以我到尾也搁去考一个。夜间的这个夜校，啊，考到国立的吼，彰化师大附工，啊，白天拄啊去找到一个头路，吼，阮兜拄啊咧做厝，啊咧装芒仔汤，啊，迄个师傅怎啊看到我讲小朋友，少年的啦，因为讲少年的，啊，你几岁？我讲16岁，伊讲啊，你16岁哦，啊，毋高中毕业，我讲嘿，啊，你是咧？我讲你是哦，你是无啊？我读暗时的啊，安尼啦，伊讲啊，你是？咧创啊，我讲无，暂时也毋知要创啊。伊讲啊无，你看阮这有趣味无？啊，若有趣味吼，伊怎叫伊的徒弟啊，吼，徛倒仔载我落去迄个工厂看卖啊呢。啊，结果讲，过两工就去做啊，就做铝门窗，啊，就日时做铝门窗，吼，啊，拢做到下晡4点，因为阮彰化师大附工5点20就迟到啊，所以阮拢爱甲头家讲好，4点就要帮我走。哦，啊，不离个，若出去外口吼，迄工地咧做事，定拢做超过。我会记得我每一节课的第一节一定忝到吼，拢无在调听课，因为第一节课足忝的，做规工足忝啊，第一节课拢咧困，啊，枵规工的吼，枵过头会怎变袂枵？18岁啊17岁时，我就去借即个胃镜，嘿，所以。要安讲，就是讲，我讲真啊，确实是去经过着一寡苦楚，一寡磨练。啊，你咧讲的啊，你捌出过甲青春拼输赢了后，搁倒转去彰化，迄个时阵同款只的工课，你咧讲做起来敢若都无精神，敢若都无心情。敢若着期待讲，是毋是也着卖出去，咱才有法度散发出光芒。1998年出头一块，我人生当中第一对的唱片是这个大旗唱片公司啊，甲我出的吼。啊，迄阵嘛拢邀请于天大哥啊、陈雅兰姐啊，拢来甲我吼各对唱一首。吼啊，我着甲于天大哥唱这条《甲青春拼输赢》嘛。啊，咱家己的努力无够。哦，所以讲这个成绩啊，嘛无互头家满意，吼啊，所以讲到尾啊，我嘛怎啊去转来彰化，哦，安尼过日子。阮东社区吼有一间这个阿送吼，拢会煮迄打面啊，迄足好食，阮自做囡仔食较大汉。阿送吼其实是好意啊，阿送吼拢会认为讲做歌星应该拢伫台北，吼台北拢有电视台啊，伊就看讲，嘿，啊你哪会转来？安尼啊，我讲嘿啊，就迄落无通过啊，安尼啊，吼安尼。第一天问安尼，第二天咱搁去食，
嘿，啊，你今仔会用哦，你今仔无代志哦，嘿啊，都暂时拢啊，佫无啥通过。啊，第3工，有啊，你今仔日你最近较用哦，啊，人迄毋是拢爱伫台北咧无用，啊，你若无伫咧台北，安尼啦，啊，到第4工的时阵哦，咱就愈来愈歹势，歹势去，毋知要怎甲伊回答。啊，其实这拢是时代对咱的关心，不过咱歹势甲讲真正的答案就是讲，啊，都无红，啊，都无红啦，吼，啊，都无出路啦。咱歹势该讲即个心内的话，照实讲，啊，所以到尾啊吼，阮妈妈、阮母啊，怎啊换桥倒去包倒来厝互我食，啊，包1摆2摆啦啊，怎啊愈来愈歹势，怎啊想讲啊无好啊，早顿就莫食，就一直困啊，其实困袂去嘛是硬困啊，因就是逃避现实，安尼就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折磨，迄无出路吼，失志吼。我讲真诶吼，伊款诶日子吼，叫做度日如年啊。到尾啊，你甚至有烧酒盘？一寡好朋友啦，想讲我拢伫厝诶，惊我郁卒啦，啊，就拢好意啦，会来厝诶，甲我载出去安尼吼，放松一下，安尼。啊，但是阮母啊吼，其实是足烦恼的，因为有当时吼，甲朋友出去吼，有当时安尼吼，一摊过一摊吼，啊无小心就天光啊。啊，其实阮妈妈是真烦恼吼，毋过伊毋敢甲我讲，因为安尼，哟，真诶啊，伊毋敢甲我讲，伊想讲吼，啊，出去外口安尼透气吼，消透一下吼。较袂淡出的乌白想，无安尼毋知会得忧郁症无？结果吼，煞有一届嘛是甲天光，啊，家己会愈来愈歹势，吼，啊，我转来，啊，行去插着厝内底，啊，我着往念的，迄个啥，迄个喇叭，迄个门大门的喇叭锁着哒哒呢，吼，把手着爱哒哒甲拍开，我行去共插着，甲厝内底人插着，结果。拍开迄个，煞去看到阮母啊倒伫迄碰椅的，伊倒伫遐等我，怎甲插起来？迄个吼，甲插开迄个，我想讲伊会甲我拍啊！那你妈几点啊？哈，甲天光啊，会噼噼叫。结果我的阿母啊，阮老母啊，煞无甲我拍啊，我家己煞颠倒歹势。伊从啊目睭安尼微安尼吼，讲迄个电锅吼，电锅我甲你炖迄个腊汤啦，腊汤我甲你炖一碗腊汤伫咧电锅，啊，电锅边仔有一支树讲，因为啦，因为我惊啉迄腊汤，迄足臭臭的，啊，若用树讲树吼，较袂臭臭味，安尼，啊，我就讲哦好，啊，我就行去灶骹，甲用碗汤摕开要输。果真我袂骗你，迄个树迄个吼是酸的啊，毋是迄碗汤歹去，是咱的心在酸。哪输哪酸，啊哪艰苦，啊哪见效，见效伫倒？会想讲啊家己都20几岁，23、24岁啊，退伍转来，啊搁做大囝，煞互一个老母。安尼咧烦恼，吼，啊，佮无出脱，佮无法度趁到钱来友好时代，所以迄碗汤啉的吼，我就决心啦，无爱佮过即款刀片现实的人生，吼，嘛是感谢陪伴我遮的好朋友啦，带我去轻松吼，啊，减少郁卒的遮的好朋友的陪伴，不过。迄阵我就豆都无出去啊，安尼啊豆啊，家己的即个吼，人咧讲啥迄啥6神无主哟，3魂7魄哟，佮豆甲吹转来，莫佮安尼亲像安尼吼，安尼人咧讲，敢若丢草人有魂无体安尼，啊佮转来。每首你写一路行来，就是经过这站的心情。
才有法度这个曲做甲安尼遮尔深入。这首歌其实迄个歌词是这个巴布老师写的，啊老师甲这个歌词写出来，因为阮有开讲，伊知我的过程，我感觉哇，我就靠老师啊，我讲哦，你敢若有装迄个监视器伫阮兜，你写了吼有够对当的。伊知我通小可会通弹琴，会通音乐，伊讲啊你若迄度无你曲互你写，互你去谱就对了。啊，我就安尼，这条歌的歌词我就介意，所以真紧的时间哦，讲真的，迄个灵感来，其实是真顺，真紧的时间，这个曲就出来，就写出这首《一路行来》。春花蕊不再红，红颜情关。若相逢水茫茫，玫瑰花，花红青苔。要恋虽然有情愿放，上天安排咱两人。茫茫人海对着眼，恩恩爱爱来相揽，甜蜜伴咱每一天。真心对待你一人，偏偏你是无情人，可心栽袂乱梦，行到最后也是。离合悲欢，都袂开苍天喜乐，了撇的点在世间，风尘来来去去，阮一人。相逢水茫茫，玫瑰花，花红青苔。要恋虽然有情愿放，上天安排咱两人，茫茫人海对着眼，恩恩爱爱来相揽。咱每一天，真心对待你一人，偏偏你是无情人，可心栽袂乱梦，行到最后也是空。离合悲欢，都袂开苍天喜乐。了撇的点在世间，风尘来来去去，阮一人。咱咧听一路行来是翁立友大哥作曲，这条《来去风尘》是你作词。来去风尘是这个李小栋我的制作人吼，迄阵敢若甲我制作我问天的歌，对。结果内底有一首歌叫《来去风尘》，
先有旋律啦，这旋律是迄个曼轩老师写的，先有旋律，吕小栋老师就讲你哦，这首歌你词填看看啦。我讲吼，我食这段，其实我就感谢吕小栋老师，因为伊拢无问讲你有法度无法度，就是讲叫你写词，无就叫你写曲，甚至有当时叫我词曲，家己写一首歌。原来咱的会晓的代志是去用逼出来，迄个潜能，迄个潜能所以迄当时老师给我这个指令吼，给我这个指示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开始想要安怎写，开始想伊的这个曲风，愈听愈有感觉，就拄仔去想到家己过去10几岁迄个少年时阵的这个恋爱过程。我内底中晓迄种人海茫茫人海，遐侪人啥独敢若咱选你，你选我，迄就是看对眼，茫茫人海对着眼，恩恩爱爱来相揽，甜蜜伴过咱每一天，但是啥哪会无做伙，哪会有缘无分，就是安尼，就是到尾爱着一个，偏偏你是无情人。但是偏偏你是无情人，歹势，唔是咧讲这个查囡仔，偏偏你是无情人，是咧讲我。咱去辜负人。对，无去就无去只有留伫咧咱的这个记忆当中。嘛，足侪人足好奇讲，你对感情敢若真讲究。坦白讲，阮这度天公伯也倒唔知影啥物时阵要互你红，会当互你去趁着钱。结果互我咱就想要把这个机会留掉，就开始去拍拼。四界安尼国内外，人若有甲咱邀请，咱就四界去表演，去趁淡薄这个钱所以机会拢安那拢唔甘放。人若是迄个正常班的咱拜6礼拜，人若休困，就是咱表演的时阵。你想想看他第一次原谅。第2次体谅，第3次，他可能就跟人家去看月亮了。就是咱甲领导是安尼。我嘛唔知讲，有一天我的头路竟然就是唱歌，天公伯也祝福我的，嘛安尼，比一般人搁较平顺，搁较，敢若讲，较好趁食，贵人嘛显现。你讲唔是咱教，是天公伯也烧咱。这真正金言玉语。对。嘛相信讲是因为你有头前迄个坎坷的过程，所以今嘛搁较修复。迄个时阵有法度落坚持，是虾米款的缘分，虾米款的经过？2003年签约无偌久，12月底签约无偌久，阮公司就办这个员工旅游就是这个艺人甲幕后安尼做伙去印尼佚佗。我食遮大第一摆坐飞机出国，就是家己好姊坐飞机出国去印尼。迄阵江志峰老师我哪有去，我有对咧去佚佗。结果伊就设立来即个，迄阵阮伫咧一个岛嘛，大家拢关伫咧一个岛内底，住5天嘛。伊就设来房间开讲，设来房间开讲，伊就甲我讲，伊有去看到我录即个。进前去录这个黄金夜总会，彭恰恰、碰哥主持的，甲苏娜姐主持的。迄集就是，我咧讲我的这个心路历程，真辛苦啦，坎坎坷坷，讲到尾去想到家己的妈妈怎啊，讲到唱歌啦，唱一条妈妈，请你唔通听，唱到怎啊有流目屎。伊讲迄集伊有看，伊讲伊看到真有感觉。伊也想要来写一条歌给我，结果，公司就开始要甲我出第1张唱片，就收歌嘛。我会记得，迄个江志峰老师写这条坚持，迄当时，阮头家仔囝甲这个上初批的这 demo 摕我听。前面的路，唔知我等偌尼苦，哇，歌词也袂叫我的时阵。阮爸妈咧逼你，你知无？阮2个拢咧逼，我嘛咧逼你，听几下摆听，那是啥物前面的路，
到底是啥物物件？前面吗？还是前啥物吗？前面前啥？结果歌词到尾也有迄个传真来看前面的路嘛。哦，哎呦，江老师嘛咧拜托的头前啦，头前的路啦，安尼啦。啊，阮怎甲江老师讲？哦，原来你是咧写，你就是咧讲头前的路，唔知偌长偌尼苦，你甲唱前面，直接就前面啦，安尼啦。啊，过来就是成功的背后，啊，我就甲用较文雅的，就成功的背后安尼啦。系啊，所以讲，这条歌怎啊，就是安尼，就这样子，对。啊，你捌甲我讲，这条歌录好了，到要发，啊，搁停一站足大站。第一张专辑，伫个这个豪记唱片公司的第一张专辑。吼，妈妈的背影，录好1年2个月，录好啊，成品拢好啊 ，MV 拢好啊，规个成品拢好啊。阮头家甲这个成品放伫个仓库，放伫仓库，放1年2个月。咱逐工都咧要紧，逐工都咧着紧。先开始就足急的，啊嘛想讲头家啊，都拢录好啊 ，MV 嘛拍好啊，啊，迄唱片嘛拢。成品拢鸦片有啊，迄片仔拢压好啊，拢用好啊，是当时才要甲我出唱片，系啊，啊一工过一工安尼。啊，无定较知己的朋友，你甲品互听，讲我甲你讲，我唱片录好啊，已经咧咪吼，后个月就要出来啊，无定较好的朋友，你搁共讲呢？有讲几个啊吼，啊讲到尾唔敢讲，啊恁头家是当时要来出啦，咱爱着咱无能为力啊，咱也毋是头家。啊，我迄阵进家己公司，看到头家足惊的啊，佮唔敢去甲问看啊是安那会囥啊久啊，唔敢问任何人嘛，对无？啊，头家一定有伊的用意，嘛唔知啦，啊，就是安尼吼，安尼郁准啊，等啊，等到尾吼，嘛要甲放弃啊，因为我感觉讲，可能天公伯啊，无想要互我行这条路吧。啊，我总是后壁人生搁落长，我袂使一直踮遐等啊，对无？啊，搁大囝啊，厝内底搁需要咱加减啊趁钱来维持啊，所以咱有压力啊，咱有经济压力足大啊，所以对啊，爱坚持无用，啊无用吼，这个唱片放喺仓库放啊久，我都嘛袂记。甲我问讲，安那会互我等遮久？无，尾后我免问，阮头家家己甲我讲。伊讲伊闪足久的，啊闪来闪去，我你是咧闪来讲，无哈，我就是想讲你要出来，这张足重要，我就爱甲你闪吼，闪一寡吼，台语的大牌吼，即个大牌 A 迄天王天后出唱片，啊先互因出，啊咱等因吼有迄个芳啊，我才甲你推出，吼啊，搁来伊个讲，甲你吼去买着即个8点档的主题曲，迄一首敢若爱几啊万块，一首敢若7-8万。恁敢若呢听分外钟还无去啊，所以出唱片头家是开足侪钱的，所以伊迄阵拄仔买即个密奇的即个意难忘，坚持来做伊的即个片头曲嘛。啊，三立的即个我记得好像台湾龙卷风是用即个上行来做片尾曲啊。真想去，雨也真想去，去我哪会无志气？爱也消失去，情搁来逐天，想你不知有啥意义。世界在探听，倒位有你的消息？我的感情，予你绑甲死死。我问天，敢会当莫错你？搁在你这我心。
我家己。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想要放袂记，我不得不甲最惨年。疼我的好，敢讲是男人的泪，不愿面对现实，梦中水十年。风也真想起，雨也真想起，去我哪会无志气？爱也消失去，情搁来逐甜。想你想你，不知有啥意义。家在探听，倒位有你的消息？我的感情，予你放甲死死。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搁在你这半是我家己。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想要当袂记，我不得不甲最惨年。疼我的好，敢讲是男人的泪，不愿面对现实，梦中水十年。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搁在你这半是我家己。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想要放袂记，我不得不甲最惨年。疼我的好。敢讲是男人的泪，不愿面对现实，梦中水十年。你是有训练，家己讲，我的记忆爱尽量练好，还是自少年，就亲像洪先讲的，有法度，真正讲20几个人的人命拢会记的。将心比心嘛，咱嘛有当时出去外口安尼吼，一个交际应酬，你也想讲啊，如果啊，若是一个大头家，还是一个一个大人物，伊远啊，就当啊喊出你的名，叫出你的名，你是咪足感动啊，足欢喜，啊，尤其我的个性，我的心性，佫是足爱安尼安尼甲大家做朋友，讲结善缘。所以伫即个，这嘛毋是讲记忆偌好啦，就是讲就可能较用心一丝啦。我讲真正趣味啦，因为咱嘛看到足侪政治人物其实伫即方面嘛足下苦心的，有无？你也想讲，因咧一个人爱面对遐尼侪人，因竟然有佫会记得你的名。哇！我相信足侪人一定会足欢喜。真正变做公众人物了后，咱爱事实讲，是非就较侪啊。毋过有当着啊，外口面无了解咱的人，甲咱枉屈的，像即个话，风声放影，我相信讲，敢无真正出名了，对你心肝加减会去互伊影响着。讲真正的确实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一张白纸，来咧写人生的过程甲记录。其实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啦。
啊，我感觉啦，人早晚啊，不管你做啥物行业，啊嘛不管你几岁，你早甲晚一定爱修行的修啦，要修行，要修身养性，你一定爱修。哦，你若无修，坦白讲，伫个即马即款的，原来算复杂啦，哦啊较乱的即个现主时的即个环境，我讲真诶，你要安怎互家己的即个吼，即个内心的即个善良、单纯，吼啊，莫互走精气，其实，吼，坦白讲，即个宗教。吼，心灵上的这个寄托足重要的。吼，我讲真诶，我定定嘛甲足侪好朋友分享。我讲吼，啥物教拢去甲信，啥物教拢上好诶，对无？吼，但是只有两个教唔好去信。吼，两个教，就是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因为它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啊，尤其是国政头拄仔咧讲。听到迄个中伤的言语，也是枉屈的言语的时阵，咱心内迄个硬，迄个唔愿，迄个到底要安怎排解？真开始的哦，因为咱爱对家己诚实嘛，咱是圣人嘛，咱一定甲正常人共款，一定会无欢喜啊，一定会足气足伊啊。但是，天公伯啊，伊会阁互你一寡礼物，互你家己去听哦、讲哦，啊，过来，我感觉讲。咱的心呐，不三时拢吼存在一个感恩的心。其实你斗啊，会愈行会愈正，会愈健康。啊嘛唔惊人讲东讲西，因为咱有感恩的心。会讲讲吼，咱若较深入去想，咱讲真诶，是人才啦，吼啊，咱讲真诶，人不招嫉妒，是谓庸才啦。吼啊，当然上好是莫安尼，上好是。咱拢爱互人娱乐，啊人好。毋过往安尼甲你吼，甲你中伤也好，还是甲你嫉妒吼，啊看袂起你的人，这人是送礼物来，吼，因为因遮来甲你考验，你才会去家己吼反省，啊家己嘛较会成长。我来自一个真平凡啊嘛真较辛苦的环境，所以无背景嘛，无背景。我看到拢真诶，人对我诶对待，吼，拢真诶，感觉你毋好就毋好，感觉你毋对就毋对，甚至你好，伊嘛感觉袂愿甲你讲你好，对吧？我定咧讲啊，我今仔日国情咱两个若是有背景诶囡仔就对啊，吼，若是大人物诶后代，吼，会后生，人会因为看到你诶爸爸诶面子，吼，你诶家世，明明。有可能你都毋是即块料，伊嘛甲你娱乐甲讲，吼，你足赞的，对无？啊，到尾啊，你家己一个真正徛伫迄个舞台，要来展现的时阵，哇，你的背景是无法度对你徛喺舞台顶的。因为咬甲韩版表现好，甲歹是正人咧看。对，所以我看到拢真的啊，啊，其实若有背景的，嘛不一定是较好。啊，你嘛要甲我讲。讲你足感谢一个真正足实在，甲你开唱歌这条路的老师。伊毋捌讲，因为你即马是金曲的歌王，摕去讲广告甲一句，讲人以我教出来。我唱歌的这个启蒙老师启蒙老师是这个台中李文通老师，其实对学唱歌我感觉学上这就是伊会甲你分析，还是分享这个人生的道理，甲。对你周边的这个人事物的观察力，嘿。听讲你深去的时阵，伊敢若无啥甲你收因，迄个时阵你敢若，你兄我弟的气质敢若较重着。系啊，较早我迄个高中吧，高中若迄落，都阮迄个年代都拢会安尼，系啊，穿花衬衫啦，豹纹的外套啦，迄阵迄阵。头毛去啊电个爆炸头，去啊电起安尼哦，啊看起来就较迄落，较安尼较也有压力啦，有压力啦。我要对你学唱歌，啊，我关音较弱，迄金也有搁咧落，我关音唱袂起你，
哪会这呢薄？我到遐就唱袂起来，不好意思嘛。我讲老师，我对你学唱歌，有法度改善无？我都关心袂讲，有法度啦。啊，但是吼，你要对我学唱歌无我看吼，咱暂时先做朋友。啊尾啊吼，尾啊我想，我要对你学唱歌，啊看学费偌济啊，就来对你学啊，啥物来做朋友。啊，结果到尾啊，阮两个变行较活，较好的时阵，伊才坦白甲我讲，伊甲我讲吼，伊讲吼，哦，先开始看你这个型吼，系啊，迄个江湖味伤重啦，吼，啊伊讲吼，要唱歌，要做一个艺术家吼，啊，素就好，较素的安尼啦，啊，就先对我的穿着就开始甲我改变，看我要变无，看我有受教，安尼啊。啊，就叫我穿我较素，啊，其实伊是真的，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真正甲我改变足侪，啊，互我发现到这个歌唱艺术的水啊。伊互你发现歌唱艺术的水，伊甲你教倒一条歌，倒一项技巧的时阵，互你印象上深。我会记得迄个见面3分钟，嘿，哦，这首歌是这个洪一峰大哥的成名曲，啊嘛是洪一峰老师吼。写曲，啊，这低音甲高音嘛，我记敢若有13度。长音、长弯世角，其实这条歌若练得好，来唱其他的什么台语歌也好，什么，我感觉讲这首歌练得好，其他的歌就拢就好唱。英雄兄都捌讲，因老爸写好伊的歌拢上困难的。哦，遐高弯18弯，长弯世角，啊，咱讲真诶实在，足好听，啊嘛足互人感觉值得玩味。啊，洪一峰大哥。哦，你就知，迄真正是台语歌坛吼，会当讲是会当讲是即个吼上经典的歌王。所以伊迄唇齿音，伊的美声唱法，啊，佮伊的转音，啊，我迄老师拢叫我着爱去斟酌，去学伊的歌。见面3分钟，啊是迄个啥物，你是我的姓名啊，万身的顶着足济啦，洪一峰大哥啦，会当讲是真正是奠定后壁。才会爱唱台语歌的，才好朋友一个范本的经典。互我先来一个示范一句好无？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我永远相信。好，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你看，搁再甲我见一面。你看，搁再甲我，你看迄个我，无你，咱嘛会当唱讲。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安尼就好啊。但是你看，平平这句会当安尼直直接接就甲唱出来，音嘛对啊，迄落拢对，音嘛对，哦，啊字嘛加了对，不过就是你听起来就是会较差。啊，那洪一峰大哥，你看伊咧展现的，迄硬软开，啊，搁来伫个遐尔啊悬的音，搁3连音，搁转音。哦，迄我讲真诶吼，你会感感觉足爽快。你嘛，互阮足爽快。我相信讲爱听歌的朋友，真正头拄仔听到坚持，听到我问天，听到一路行来，听到来去风尘，拢甲你 CD 唱片的唱法拢无共。今日你来阮遮，拢甲我重新设计唱腔，将迄个感情拢安尼表达出来。我诚意要甲你说谢，嘛要邀请李友哥谈咱心所的歌，镜头头前。亲像世界的电影明星共款，甲阮印到一个，互阮永远留下的手印。多谢。哇，谢谢国珍，谢谢制作单位哈。安尼我就该安尼吼，该引入去啊。来，金曲歌王翁立友，立友哥用伊的谈吐，用伊的做人证明互咱看，名声信用拢需要坚持。尤其你人一路唔惊无路通拖，这种的心情创造今仔日的成功，我嘛相信讲未来，亲像李友哥所讲的，这么认真，一定开出更较水的花蕊，一定拼出咱的名。无论是伊，也是听到伊的歌来得到鼓励的咱，大哥感谢你。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